是25号，我们800壮士的陈抗活动发生之后，政府就决定要用煽惑他人犯罪的这个法条来传讯我以及曹维奇。那么我在这里要很公开的跟所有的媒体朋友说明，在2008年蔡英文当民进党主席的时候，发动了包围陈云林的事件。他在电视上公然对当时的马政府说，这个政府不顾人民的感受，逼迫人民上街头，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拘束人民集会游行的区域，这是暴力政府。我想用民进党蔡主席的话来问现在的蔡总统：我们合法申请集会游行，在我们法定的范围表达我们人民的请愿诉求，我们何错之有？当我们在陈抗过程中，我们收集好很多的现场影带，没有发生冲突，是警察先从立法院里面冲出来，在我们合法的陈抗区使用暴力殴打我们陈抗的老先生、老太太，强行在陈抗区里面用束带拘束陈抗的民众。我们有准备了很多照片，请同仁拿过来给我。这些就是我们陈抗的袍泽，帮一下。我请问媒体朋友、国人同胞，这是政府的暴力，还是我们是暴民？当然，我们知道，直接开始，在直接开始好了。陈抗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警员朋友受到轻伤，我们还有一位袍泽小拇指被油压剪断，这么严重的伤残，我请问，到底是暴力政府，还是他们把我们合法陈抗的人当作暴民？我们看看2008年民进党对警察所施动的暴力行为，现在政府的暴力行为，我们都有照片为证，而且这些当事人有好几位还在现场，这些都有他们亲笔的签名。所以我要告诉全国的同胞，这是暴力政府要用政治迫害的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些合法陈抗的退伍军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是守法的国民，我会依照国家的法令到中正一分局应讯，后面的司法程序，我会请了我们的委任律师，按照国家法令程序来走。但是我在这里要呼吁全国的民众，我们愿意相信司法是公正的，但是请将公正的司法还诸在我们身上，政治力不要再介入司法。